讲到即马高中考大学考试有分做学测甲指考，不过教育部进前考虑讲要甲111年的大学指考改做分科测验，而且甲本地7月册考试延到7月底。这个消息一出来，真侪人认为讲大学是未赴安排新生入学，学生的部分也有做兵说出的问题，要求教育部就要好好规划。英国高中考大学指定考试的科目7月册考了，8月册就放榜。不过教育部建议要将110年的大学指考变做分科测验，而且延到7月底来举办，8月底再来放榜，引起一寡师生甲家长的反弹，认为有的大学9月册就开学，上接的时间实在太过紧。正常来说，其实同学入学之后呢，会收到学校。就是例如说你要不要抽宿舍，或是例如说有一些入学通知。那8月25放榜到9月1号入学，其实只有短短的5天。那其实这样子其实是有点，其实很瞎的一个状况。李家河嘛讲，有的高中3年的学生会先利用休赖先去做兵，考试时间延后嘛可能影响因的权益。更加有家长认为，有钱的家庭就会想济把囡仔送去补习，恐惊会扩大城乡的差距，嘛有教授点出几6项可能出现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7月中以后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台风季。那如果在7月底考试的话呢，那非常容易遇到这个台风季。那我不晓得教育部有办法承担这个，尤其是离岛的这个部分遇到台风的时候这个配套的这个措施张耀文表示，要和高3的学生学习完整，应该对课纲等等来调整，唔是头听伊脚，脚听伊头。面对这些外来意见，教育部是回应，目前还未来定案，会请招联会参大学、高中来沟通。招联会嘛，等你召开教务长工作小组的会议，等有共识，才会搁做决议。记者陈阿文、徐凯台北报道。